后来要防这个武汉肺炎，最近网络一直在传，讲用盐水，也则是50度的白酒落喙，倒入脑后这个所在，安尼会当来杀死病毒。医学专家讲，这根本就是咧讲喊果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出现变异，疫苗也未研发出来，病毒佫突变。面对非常时期，网络刷谣传，武汉大学中南病院外科医师推荐白酒有预防的效果，会当杀病菌。用50度的白酒，血管内酒精含量大约是80毫克，会当杀肺部病毒。 应该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学理上在讲说会杀菌的大概70%的酒精，没有人会喝这种酒精的了哈。我不太可能喝这种白酒会造成这个杀菌的效果，应该不可以。 若是要杀菌，这血液内面的酒精浓度必须要达到75%，到这个浓度以前，人体恐惊已经是昏迷的状态，这拢是无根据的。但是嘛有谣传，钟南山和病毒高招，建议去病院公共场所进前，用盐水落一脑的所在，因为病毒迄只细菌会藏伫这个脑部，盐水会当伫第一时间杀菌。但是后续查证，发现因的团队已经伫微博辟谣。武汉病毒可能会走的路径是跟其他的呼吸道病毒一样，它有一个可能就是它会在我们的黏膜什么地方，也许先粘附以后，寻找一个机会能够进入我们的细胞，进入我们体内。但是我们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哈。基本上漱口就是降低我们细菌嘴巴里面细菌病毒的一个方式，但是它不一定要酒，也不一定要漂白水，不能，它只要一般的水就可以了。 其实病毒入去到目睭、鼻仔、喙会快速感染，免疫力的强化也是唯一的方法。维持7点钟，充足困眠，食食的爱加食我优质的2倍。 读一下日头，提高维他命 D， 这拢是医学真好的方式，唔通靠偏方自保，爱提升免疫力较重要。